花莲的海边啊，最近有一只石头，看起来是倒伫顶头，真舒适，真侪人去翕相打卡。有管议员都呼吁县政府哦，亲像美仑沙公园某一个米老鼠的地标，伊是认为讲县政府无一定爱开大钱，嘛当透过创意来行销花莲。就是这粒伫花莲市南滨海边仔的大粒石头，最近伫社群网络引起大家讨论，还佫互一个名，叫做一粒真舒适、通好体的石头。评论是真好，而且免本钱就会当创造话题性。县议员呼吁县府推展观光，应该要有新的思考。过去我帮他戴过口罩，带来的流量超过100万，怎么样帮花莲行销出去？丢1000万，丢2000万，丢3000万，真的可以把花莲行销出去吗？也许就在我们身边的东西，我们常常忽略了它。花莲 Mickey Mouse 伫市区美仑山公园的入口处，早期是魏木村市长打造的。外形不哩像 Mickey Mouse， 嘛有像太空尺。有不少花莲的乡亲拢认为讲，这是代表花莲的地标之一，应该好好利用。米老鼠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，我不知道多久了。但是像前一阵子疫情的时候，有单位把它戴上口罩，我觉得这就很有创意啊。那希望在未来的节庆呢，像圣诞节可以帮米老鼠装扮一下。县府讲要利用 Mickey Mouse 做行销是真有创意，不过恐惊要调查敢是有侵权的情形。它是花莲人很从小的记忆，那对花莲人当然是有它的意义存在。那至于说后续的这个市场对于它的认同度如何？也许花莲人认同，那其他各县市的人认不认同，可能就是有待评估的。县府强调讲，亲像 Mickey Mouse 这类的地景地标，伫花莲还佫真侪，会佫研究安怎来利用，创造话题性，来达到观光行销的效果，嘛会佫研究安怎甲美仑山公园做整体的规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